而在台湾的观光工厂呢，伫国内外是真受欢迎的。去年甚至搁来创造67亿的产值。这经济部是伫台北车头来办一个嘉年华会，互民众会当来认捌这项产业。用家己的双手来画插头王啊，体验 DIY 的趣味。台湾的观光工厂提供民众多元的体验。经济部表示，政府推动观光工厂的产业到今已经20多年，有150多间通过核准，那提供真侪工作机会。伫去年，佮创造67亿的产值。借由观光工厂的这个场域的一个体验，能够让许多的游客、许多的我们的在地的这些民众，能够更了解台湾的这个产业的知识跟产业的内涵。经济部和工商辅导中心合作，结合台湾本土，计共61间的观光工厂，举办台湾观光工厂创新体验嘉年华，让民众会当接触台湾观光工厂的产业。观光工厂促进协会嘛指出，台湾的观光工厂出国展览的时，总是受到真侪外国人的肯定，伫台湾嘛真受在地民众的欢迎。我们今年大概有14家观光工厂正在执行这个绿色旅游碳足迹的这个计划。同时，我们目前已经有8间取得绿色旅游目的地认证。另外一头就是数位转型方面，很多间观光工厂大概现在都已经有这个机器人在现场服务。经济部表示，这个活动结合 DIY 和 AI 科技，业者嘛讲，为了配合产业永续发展，目前已经开始推出绿色旅游，甚至结合现代科技，要让产业对时代的进步。记者桂宗林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